真侪人拢有臆测生灰烧心的情形，不过这无一定是胃出问题，有四成患者是心梗塌。为了要提早培养这医学生临床的判断，高雄医学大学设置临床影像基金训练中心，也正做亚洲头一个甲上届新的整合影像模拟仪器放伫咧学校内面。 那是因为火烧心来病院的患者要注意，火烧心唔那可能是胃出问题尔。根据高医详细临床统计，有40%的火烧心病患竟然出现致命性包油。病患若是5岁找无到医生来拖过黄金治疗期，有可能会无命。那胃食道逆流或者是说上腹痛，我想除了考量这个胃食道逆流，就是电视各位所熟知的那广告词之外，那也千万不要忘记了，也要考虑到心脏方面的一些疾病。火烧心算是心脏出问题，就要靠医生正确判断。所以高雄医学大学甲业者来合作，来设置临床影像拟真训练中心，由老师操作电脑来解说心脏病症问题。医学院的学生嘛会当提早接触到仪器甲训练判断，透过上新3D 的影像，会当看到更加详细器官，对因学习上更加有帮助。提早在学生阶段就先接触到的话，那就刚刚像老师说的，就是第一个就是让我们有更多时间去探索之外，然后对于我们学习上也是更精准的。现在可以就是尽早去认识它，我们大概就可以去认识典型的正常的是长怎样，有疾病的是长怎样。你这样，你以后进到临床之后，你可能比较快上手。因为有临床影像拟真训练中心的成立，让学生会当实际操作，来培养因临床的反应，也让教学更加趣味，加深学生的印象，希望提高以后诊断正确率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